護老者真實分享 Melody 的經歷。互信、護老歷程、互勉鼓勵，瞬間傳遞，透過故事傳揚愛與希望的信息，作為與其他同路人互勉的信件。Melody 的護老故事：爸爸中風，媽媽也有腳患，弟妹有工作，我是唯一不需外出工作的人。轉變的關係，因為爸爸病後行動不便，要依賴家人照顧。他從那時開始，跟弟妹一樣，稱呼我做阿姐，感覺我們變成姐弟。甜蜜的經歷，每次陪爸爸到醫院覆診，因為他怕冷，我總是用手攬着他，讓他感覺溫暖。大家只是靜靜地等待，不用說話，但感到彼此珍惜對方的心意。困難與克服，看着老爸痛苦地躺在床上，沒法幫忙分擔他的病痛，只能無助地陪伴，無奈地陪伴，心痛地陪伴。那刻心靈上的重擔，我的身心精神最受折磨。我靠着信仰的支持，讓內心寧靜安詳。面對困境，第一時間想起我的弟妹。幫助你的人說感謝或祝福，因緣而聚，因情而暖。感恩在艱難中有你們作我的依歸，祝願你們平安自在。勉勵其他護老者，辦法總比困難多。社會上有很多資源輔助，不要被照顧困住自己，要從中找到平衡點，舒緩當中的壓力，才能有力地前行。在過程中也要彼此溝通，大愛包容。護老者角色教曉我，世事無常，迎難而上，活好當下。如想分享你的護老經歷及勉勵其他護老者，歡迎投稿。你的護老故事經審閱後，有機會刊登於本中心網頁或電子刊物《護老三思》內。如果有需要社工代為筆錄，請致電護老者支援熱線